大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晚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欢迎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咱搁到彩色人生的单元，真欢喜，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咱伫麦寮遮有丰盈真耶稣教会有一位这个老长辈人拢叫张爸要来接受喜乐的采访咱是讲借这个机会请这个张爸先甲听众朋友来请安问好，张爸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姓张，我本住住树林。树林。我树林，我阳明山骹遐。毋着太北高中遐。太北高中搁较出，搁较外口因为我厝诶阮爸爸因个算望族啦。我5个阿哥啦，4个阿伯啦。阮爸爸排第10个。较早然后大家要生梦囝，大新妇要生大老师。阮爸爸搁差阮堂哥1岁。张爸，你甲听众朋友来回想一下，讲恁安尼现大家族，你敢有可能来信耶稣过去？过去是毋捌，阮厝嘛真少咧拜。你捌听过耶稣的代志无？捌啦，因为我做囡仔时阵较早拢有喺外国拢徛铁马。阮老爸就讲叫我去听迄啦。较早就记天我在地，天我在地，这是一首诗歌，我刚才记只天我在地。一遍我汉民因大人啦，一遍我永远袂信耶稣，汉民讲，我那想着搁看天顶安尼荧光有荣光，足水诶。这是你甲这个所谓耶稣第一摆的交集。就是安尼，因为迄个定放在心肝内，一般阮老爸就爱啉酒，较早受日本讲学了先，又去读汉文，参加考试，考条红山就军官。伊是军官。军官。对军咧出开始带兵。迄阵农业社会，家好囡仔生大丁，阮老爸就看对一间。对阵家庭生活较歹个，暗中提前共援助。生活咱袂歹心吗？真好心吗？恁做囡仔毋知咱厝诶好遐了。阮读国仔时，国较寒诶时，较早若寒天是讲落草霜啦。阮读国仔要读书时，阮逐个拢讲读书啦，阮讲读册。大部分拢脱遮骹，阮有布迄通好穿。所以恁是好家人家啦。咱较做囡仔毋知。迄阵，来迄落要晚节阮是人讲准2粒苹果，便当盒内底拢放啥吐司抹奶油。这阮细汉的时阵哪想会着啦，想袂着啦。咱就嘛毋知做好个咧，我册我会读啦。我初中读1年就无读，阮老爸拢咧军咧，尾也军咧甲派个民生管理局内底是保卫局，就即卖情报局。我顶管军2个兄，迄若读册转来，阮大阮弟弟好走咧房间入去。用学堂开始以后，阮老爸有一支智慧枪，迄枪支拢拔起来，另外举出来就点数来咧算。所以阮拢算佚佗物恁是算真正穿。尾诶时，就是阮老爸暗中拢去共援助。伊对军咧出来，搁对迄个情报局出来时，伊就甲装诶人讲，恁若用抽来找我，恁若共抽莫来找我。有人起就阮老爸，搁有法度帮人写数证小付过年。红包摕来甲厝诶，阮老爸1,500年都无爱摕。因为咱遮生意咱找一工礼拜是来树林几号路边等海头来啉一杯。
感谢主，生活那真好心的人啦吼。安尼照你讲，你应该有袂歹的家庭教育啊。对啦，啊，阵阮老爸拢咧军诶，毋较无咧厝。哦，啊，拢妈妈。啊啦，阮老母啊，我后壁佫有小弟小妹，后壁佫有小弟小妹，啊尾啊阵，阮老母嘛光顾袂去啦。啊，我初中读前年就无读，都开始有圆山保龄球馆，逐工拢咧保龄馆泡保龄。哦，对，迄个树林遐一间足出名的保龄球馆。对咧山河边啊，对道路边。啊，较早拢会晓拍保龄球馆。啊，一遍阮阿公因后生。倒去阮兜，阮老爸都放假倒咧厝，伊就甲阮老爸讲：阿舅，啊，其吼，像食饱浪去，啊，逐工拢照保龄球馆，啊，册也毋读啦，吼，讲书也毋读啦，啊，讲我介绍头路，叫伊来食头路，阮老爸好甲带去。阮表哥哦，甲我带到台北市内迄个一般的诊所。诊所？医生馆。哦，去做药学生？无啦，迄阵我咧讲啦。迄英文跳几外哦，读那国做一个我哪会晓读？对，你程度跟我差不多。感谢主啦。啊，尾啊就是安尼，去医生馆呢，专咧做打杂啦。啊，已经医生馆迄个院长哦，有代志拢无法度走，伊专门咧看。到尾佫请一个医生，伫台北迄个放门口遐一个郑州路，遐一间外科，迄个中兴外科，迄医生馆足大。啊，外科的专门医师来阮先生请，互院长请。啊，阮就讲斗阵要来熟悉。迄个外科一个朋友。迄个外科医师一个朋友来甲讲，啊，台北县平溪乡有炭坑病迄间欠一个医生啦，因咧拢每年拢爱签约，啊，进前签约迄个就够啊，这样歹佫继续者。啊，这甲你啥物关系？甲你啥物关系？无啦，啊，就要叫这医生去，你听有无？啊，你也对去？啊，伊就佫叫我去啦。哦。啊，去我毋知学着，我学晓照电工啊。哦。我学晓照电工。土法炼钢咧？你毋是科班咧？土法炼钢。啊，阵初中就无比较那人会热点，啊，较早护士哦，迄个年代护士哦，免讲伊这护专出来了了。对。你个初中比较的时阵，会使去念拖甲会晓啊。对。所以你等于讲你第一份头路就是伫病院啦。啊，对。你也是咧病院啊，做肺管足厉害啦。哦，你佫会晓注射？注射足厉害，再着啊，就是遐护士这样做有着哦。进来，帮我我用注2遍，注3遍啊。结果你这个，我一针见血。你这个土法炼钢，电脑较好做。啊哈啦，我就真少讲注2遍。啊，我要照电工，正要开刀的时阵，若有要开刀哦，阮院长拢叫我做助手。啊，请头一遍要做助手的时阵，2双手伸出来，用红药水哦，2双手哦，甲管者只哦，甲20只，甲20只。拢甲你擦甲红，啊，佮等下打，电拢线下打，啊，擦甲伊水，啊，水甲足清气，拢无迄个迄个红药水下痕迹就对了，啊，就开始落去做助手。啊，感谢主啦！迄阵就一遍转来像阮土城有工厂啦，是，迄算家族工厂，迄是日本申请国际专利来台湾设厂，啊，阮里边投资较多，伊做厂长，啊，阮后辈投资个迄个公家机关的财务也无好，感谢主啦，啊，我来当家啦，啊，尾个时阵，我就转来工厂的时阵，啊，女工看了，讲啊，啊，你是安那？你欠费是？我无啊，哪有欠费？我就是身体遐作用的啊，讲啊，你明嘛白事实拢无费事啊呢，结果我转来工厂了，先搁转上班的时阵，搁转平溪遐上班，就心内足自卑啦，啊，规辞掉。转来家己工厂做，啊，就是做时阵娶某了，也是搁咧工厂。啊，一遍阮大兄去读台北初中、台北高中，拢同阮迄个迄个外商会啊，故宫博物馆啊，是。甲高中毕业因才几个好朋友少少的，阮大兄因咧朋友就一直讲啊，无咱来开教经啦吼，伊拢是讲要下去求教，咧潮化街开教经。开2个月就收起来，啊尾啊时阵一个机长讲啊，阮来舞者较大，咱莫舞久吼。啊讲要舞啥？阮同学问讲要舞啥？也袂毒品。阮同学啊，啥物毒品？海洛因啦。哎，所以安尼照你讲，你收入嘛足正常啊。足正常。啊，你佫已经结婚啊？啊有囡仔未？迄阵出事啊！就囡仔出事开始变歹啦。贩毒啦，哩哩讲讲你也罢。你嘛有去食？煮啦，煮毒，拢家煮肺菌啦。啊，搁卖。啊，你有迄个医疗背景嘛？所以你也要煮。啊，你搁去卖。啊，恁哥哥遐提供货源。
哇，你毋惊叫警察抓？惊走刑事局，啊，搁来野狼一离我，阮迄囡仔4-5岁时拢坐游览顶啊，手欢诶。迄中华路若青顶规拢青顶来，红顶规拢红顶。啊，定嘛去刑事局。哦，啊，人拢捌你？啊，人拢捌你？毋捌啦，你就拢无接触到。啊，无你走安怎？敢若看你就惊？啊，无啦，毋是，去买我因相夫无物件，因为聊落啊，相夫无物件，去买时。啊，有诶拄好赶出来啦，对毋？啊，迄刑事就地。哦。啊，即嘛人甲你讲行我来时，啊，伊若看到伊就随走啊。张爸安尼甲你请教吼，你安尼食毒卖毒安尼偌久诶时间？哦，几啊年哦。阮当一在乡，你明仔载搬到西里，去恁丈人较大。哦。啊，我来叫一个回头车，我讲好啦。啊，我倒来扛起要搁立袂话，我因风气足大，有人外拍开，来头体伊来都会收掉。啊，反正讲，阮老人家叫回头车来，啊，家具也有铺倒个搬喺车顶去，车开来到邦桥，土城到邦桥足近了。啊，遐拄一当停，我后日车停喺遮啦，我来甲朋友讲者，你若讲要你落去西里人个找无咱，迄阵也无手机啊，咱会歹势。我连伊来啊啦。结果2000块，阮早人摕2000块，现金1500，500块我做数，伊2000块拢摕买海洛因，去找偌久会找2-3点钟。啊，你嘛是共款无钱互人啦？啊，共款嘛是无互人同我拗伊啊。无啦，啊就即到邦桥讲也未到西里啦。啊就先去即马来到车遮，迄司机讲哦，你若拜托，你若帮忙，啊你来讲连伊来2-3点钟啊，就讲啊歹势啦，含朋友讲对，煞袂叫我转来西里啦，迄人家咧说话啦，你听。驾车开始行倒后个放面针，你就开始做啊。哦，你去买来做。啊无会讲。啊，你安尼上瘾啦吼？早上迄个用上瘾啊啦，迄无做安怎？拍伊拍到像6个油，像骨头拢嚼酸起，啊要吐要了，你若一时啊点了，啊就水爽出来。啊，我就转来西里吼，转来西里个时阵，就康康祥虎转来家具，阮丈人个三合院，我祥虎拢无钱啦。啊，搬到要了时阵，我才想到啊祥虎拢无钱啦，咱毋知要安怎哦。阮太太因若接拄转来，袂伫遐囝掠到我转来，啊伊咧定下搞一阵。看安那有刀啊，有伊啊，有冰箱，你确遐济，啊，我来要搁徛厝啦。我伫车顶看着讲，你这，我来甲话，伊看，阿基啊，啊你搬转来好，搬转来好，啊你较早钱无人，我咧讲，啊讲好，搬转来好，伊足欢喜。我啊，你这你相夫有钱，有啦，爱偌济，我1500啦，现金1500。哦，你现金真共开个啊？啊，就摕买毛费啊，所以你还搁钱互人？啊，有啦，我安尼爱就1500摕互我，伊讲啊你钱拢开伊个，我哈，啊就拢买海洛因去啊，你毋敢讲2000块啊，你毋敢讲啊，阮二姐就出去啦，司机来我摕1500块，我就甲借1500块，啊1500块，迄司机看看，安那对，我现金1500无毋对啊，但是我咧邦桥等2-3点钟，你莫搁加淡薄仔贴我毋则对，我歹势我无想着我摕1000我摕错。啊，毋走哦，司机车毋走呢，啊，就刚点仔起来，啊，点仔伊就，到尾我想咱较早的鞋啊，袜子哦，较悬吼，你甲头刀人遐啦，我插一个避震器的，我家己做，我家己做。啊，你要甲伊输赢咯？无啦，要互伊啦。避震要互伊啊？讲要一支互你，爱举看看，哎，一支新点哦，爱举个车开就走。哦，算拄就对啦，拄现金啦。哦，这个嘛，这嘛注意诶。好，这个张爸，我要甲你请教吼，你即马这个过程安尼就飞雷啦吼。这过程中间吼，恁太太知影无？知啦。啊，太太袂生气吗？阮太太阮到土城诶时阵咯，因一个阿姐啦吼，因房头一个阿姐敲电话讲，什么，你若用来我才行。讲卖啦，阿姐，我身躯就拢无钱，你坐客车来，我帮你出。啊，等囡仔说，无你拢出来，我跟你坐客车来。啊，一个去哦，因咧阿姐佮伊讲呢，伊就甲伊阿姐讲，我叫这个了人啊，阿姐吼，袂无意思无伊啦，阿姐讲，贪少年吼，该离婚啊，离掉啊，长的离掉啊，安怎讲呢？阮早人啊讲阿姐。你看我嫁这才了人啊，怎啊佫改建啊，佫比这个较烂要安怎？你了无？迄阵拢还袂信耶稣，迄拢还袂啦，拢还袂。哦，啊你无工作吗？无啦，迄阵嘛无做工课，体重才活动3-7公斤啊，尔呢。安尼，你钱要对啦，你无钱啊过日呢？无，阮阿姐迄接8牛啊，阮
阮太太因标小弟就离接因囝就对啦，伊咧卖猪肉啦，伊拢用三年早四个月卖了，拢甲伊斗阵啦，即马若迄落时，伊会摕200块互我做租。所以原来有人咧甲你资助就对啦。安尼经营要安怎会当来入买耶稣？就是你啊，我来遮吼，入住工厂的时去工厂要上班，迄头家就甲我讲，用顶诶。迄塑胶车座，塑胶车座，我车绳会晓啦，电鼓也晓啦，塑胶车座我是毋捌摸过，迄塑胶了品种足侪种，后尾也就点仔做时，然后搁走去北京做。迄阵诶时，阮太太就是做股神经痛，伊嘛伫遐做吼，伊要嘛下班吼，伊拢徛地马啦，对西里伊也算步心啦，徛到西里去，还搁1公里外，尾嘛6:5就到位哦，搁咱一个好马狗的一个廖清源兄弟，伊两只脚拢锯掉，因做兵的时，因同伴要出差，重感冒无倒，爱代替伊做，才发生车祸。这个代志结果就是报纸刊出，是，吼，将迄个家己狗的兄弟姊妹传到啦，甲好马这边啦，就拢去来访问，到尾伊就去信耶稣，感谢主呢，伊信耶稣了后，改变，拢改变。所以伊虽然无脚，但是伊也敲骨。恁太太叫我瞧，去做。即摆呢，才知影耶稣。就是阮太太拢6:5就到8-9点才看到，但毋是8-9点才看到。排3点外钟。伊才甲阮太太讲，小姐，歹势，你逐工早早来哦，你为啥规定专乱食？你等甲遮久哦。用你无叫我小姐，阮2个囡仔妈妈呢？讲恁头着，阮头若下班拢听装脚点啊，啥哪会听遐？行厝顶个落落来，点仔惊呢。尾也就是安尼哦，阮也渐渐，因为迄个廖兄弟哦，就甲阮太太讲，讲你来信耶稣，神会帮恁开路，会帮恁开路。阮隔壁佫种厝要卖哦，来甲阮做厝边。我佫甲你请教，安尼阵都是改也未啦？迄就改啊，敢遐好改哦？无好改啦，对啊，就无好改。藕断丝连，佫继续输。无啦，恁来诶时哦，就开始拢无迄条啊啦。你还未严吗？未艰苦吗？迄枕头咧改偌艰苦呢？迄目睭8金就对，目睭8金，脑筋就拢咧想迄个物件，就相夫无钱，无法度走。所以你的印象内底，你什么时阵完完全全改掉？为阮台湾进前啦。信耶稣未？迄阵信耶稣还未哦。所以主要说嘛，真灵敏利啊。就是我咧讲，有亲讲青年遐，因礼拜时啊，对教会那家己也好啦，民养也好。你拢对去？伊就叫客人家去阮兜甲阮载，阮丈人也甲阮载。所以是你甲恁太太做伙来无道。佫2个囡仔。你安尼听会喊吗？你即款人敢听会喊？无，请头便去哦。我头一遍我拄去休困啦，阮太太拢家徛地马去，我怎用拄要甲伊载较紧。等瞓觉去甲因遐2家口，我瞓觉就入去啊。青年小活歹呢，甲大声，我甲厝，阮才马上入来食薰。我心肝，我就带到咧思，我心肝咧想讲，你遮好，伊要招我来这信耶稣，要招我信耶稣，佫拄啊才发现，这我哪信得落？我迄阵拢还未去到位啦，就青年遐伊甲我勉励啦，伊拢伊甲我勉励，有影一遍伊就叫客人家去遐甲阮载，就咧教会一回就听传道者咧第一咧讲，讲咱人若拄着患难，安怎算患难？有性命危啊！你及时遇到，神就帮你开路。民国75年维园台风嘛，维园台风要你来进前半暝啊，12点通啊，阮丈人叫阮查某人起来啦。讲无讲什么，阮查某人姓陈啦，工程师的陈，陈闪啦，星光闪。讲什么，恁娘来甲我搭北困这边，阮查某人讲好，阮查某人才甲叫，讲你娘我若要搭北困这边啊，讲好，伊哪无甲我叫。阮查某人讲，你甲派人谁敢你叫？咱迄阵嘛袂晓生，袂像脚踏上的地，头拄上的天，你三顿食丈人，大丈人。虽然咧工厂有收入无多来讲，袂晓讲每个月我摕300-500块丈人点，你拢无就对啦，你拢感觉应该啦。迄阵，就阮查人就甲青年遐讲哦，我拢咧听点仔头，咧点仔头嘛，啉烧酒、跋筊、煲饭卵、食薰，逐项个就对啦。尾个时阵。就渐渐请君神啦，请君神就佫听传道者讲即句话哦，及时祈祷。民国75年，我就讲迄阵就是我问阮太太讲，恁老爸哪会无叫？讲你遐派人谁敢叫？一遍咧阮丈人厝内啦，透中昼哦，阮丈人
我就跟早人烧量，我就走在定的啦。伊个山河园，我走在定地方。阮丈人提出来哦，两个哦，你问个一人徛一边，啊，两个连我一个，我定地方就甲记啊，对天就甲记。讲你时常听成烧，想对想唔对，你就唔知，啊，敢念我。所以阮丈人开始工课袂叫我做。哦。啊，尾啊时我嘛讲丈人去斗北啊，啊，迄阵体重才3-7公斤啊，去的时，伊迄困在哦，早已经笑外悬啊啦，好像笑悬有啦，啊，伊迄网也是大空的啫，困在对迄网啊空是大，啊，像风特别来，迄网爱放假，无像风来搞了，真了就无人跑，规拢废掉哦。啊，该创造时，阮丈人啊，迄路面较悬啦，田两地菜啊地较低啦，啊迄路面边啊就是大圳沟啦，下水沟迄人偌悬啦。啊，就风台入来，啊，阮丈人讲叫我踮伊个挡土墙遐吼，迄路边迄壁吼，踮啊等，伊要去南平看，南平遐有布丢啊伫个，迄较细丛啦，惊水淹去，爱去放水。我踮遮等3-4十分，佫无来呢，我就顺咧挡土墙壁去遐看，我体重才3-7公斤啊，嘛佫会爬去，去遐看，啊看无，哎呀有人来啊，我迄阵风台变变叫啊吗？哦，足大啊，风雨都足大啦。啊，就是去到遐时阵，我看遐有4-5粒，我即个问讲，啊，你大家有看到伊个？你讲你前丈人讲啊，哦，你嘛好啊，早就转去搞不到相对说讲，倒去摕迄个4分啊，哦，我就规巴肚迄呢。啊，以前啊无甲你讲，我毋知影，超工诶款，我真正转去啊，啊，就转厝啊，啊，你家己伫遐顾啊，我咧点样？啊，迄阵要行龙路也无走，行安怎无行啊？风雨拢入来，哦，迄位麻风规张凹断，凹下规张口起来，哦，啊，你安尼你怎啊困在那里？无，啊就我咧讲，伊迄稻草一个1公箍，稻草伊迄种拍大，啊就毋知哪贴啦，哦，条1公箍，迄1公箍诶，哦4-5厘长，倒到当倒沙毋敢行，你啊怎咧迄路面啊，迄挡土墙迄顶悬遐行，豆豆啊行啊咧看，感谢神呢，倒一个1公箍哦，连稻草都放喺圳沟顶，啊迄圳沟头外观头咧壁遐吼，哦啊哦，有一段距离就对了，迄干一骹要跳无去，你若跳无去，跳水就跳水就要堵死。啊，人偌深啦。啊，你阵了记倒啊咧？啊，就是听团队者讲着即句话，拢放咧心内，就放咧心内，放咧脑海内啦。啊，就像顶下看我那一骹到1公箍，啊那跳就过啊。是。啊，顶下咧徛喺田环顶悬哦，佮看较远去，看到淡仔交路所在，哦，还佫几十米远。是。啊，迄阵就着惊，目屎就连落。啊，才听团队者讲即句话，就开始祈祷啊。啊，就坐田方煮啊，弄我点只丧尸性命吼。阮公司的会计哦，我毋知甲少偌济，毋知啦。啊，袂行人咧，拢无行，我就1000外年拢无行，你听无？安尼你算心啊袂歹咧，你你伫遐上危险的时，个想着讲欠人钱吼，无行袂使。有啦啊！我咧讲，啊，就是阮老爸爸，迄也标价先。也未标起，我迄也标起了，去阮老爸跑了，啊日子也未到，无你个死迄你爱闹哪点，嘛无得敢搬来西嚟啊！吼，我袂使吼，我搁甲神讲袂使放一个查某人兼仔拖，我公司会计钱拢无落，吼，拢无用，啊搁花啊共标标也无用，啊阮查某人是每个月啦，这500啦，这1000哎，豆豆咧用吼，啊后壁搁2个囡仔红有，吼。讲主啊，你莫我点到丧失性命，哦，袂使一个查某人点啊拖啊感谢主，我就开始落去田咧爬啦，哦，即嘛这种田哦，一区哦，才一区，啊，才搁一区，咧田中爬哦，啊，爬到第2区过时，那伊爬田外边去咧，家己毋知影，确实有影毋知，我就拢。啊，无路顶嘛，无来田无路顶。啊，风雨足大啊，风雨足大啦，所以真正特别送命啊。啊，就是安尼咧爬到第2区田，那伊爬田外边去了。即个爬着一个定定的物件，啊，毋知啥嘛毋知，啊，但是有所只要所有搁拍家己，我来第一看，哇，一粒牛腿啦，免足感谢主呢，食牛腿，啊，粒牛腿看到就欢喜啊，点田咧杀到倒淡仔高，淡仔高了，搁离阮丈人因兜搁几百公尺，你晓有？啊，倒一对羊仔我行过来，迄对羊仔都住阮丈人因的正边啦，阮丈人因住倒边，啊，因咱看到，阿基啊，你哪会来？
我就讲丈人斗北困做边个，爱做伊走去，也无甲我讲，我踮咧默默想哩。啊，因某讲，啊去，啊你今仔哪会歹食牛腿？哦，讲我体重了3-7公斤啊，尔。哦，所以怎啊，增加重量就对，较袂叫背啦。啊，就是落遐诶时阵哦，看天顶哦，半空中啊，骹桶、面桶、地车、椅啊，逐项有啦，咧飞呢。飞啦，哦，加里亚风啦，啊，就风台入来啊。哇，太恐怖。因甲讲，讲咱因咱甲因某两个嘛是咧南啦，风雨咧南咧，啊两个手交手指向安尼咧行。啊，讲行咱3个9个就转来。转到遐时阵，因正边伊就挖你入去，啊，搁入去内底阮丈人啊，阮丈人正提要食阮，我哦，你无风火大。我风火足大来，迄阵是想讲3厘斤，我对阮老爸就安尼讲，3厘斤、5厘斤就要出来咧，到尾是也毋好啦，大人刀无。啊，我咧讲，丈人论啊，家己死大人嘛，哦，后尾我就豆豆咧回想，我较早有影对，我来讲，阮老爸好老实个咧，我实对阮老爸足不咯，较是物啊。啊，迄阵安尼，哦，啊，就看丈人安尼，我就好啦，论价就好啊，感谢主啦。啊，阮老爸较早时啊，伊嘛是足疼我。我咧讲，我读5年诶时阵，4年5年诶啦，阮妈妈因。换好个人，因较早日本仔咧管因潮发过咧开地行，讲学了过咧开啦，因拢做地包外销日本。阮老若要转外家哦，哦，较早3年前哦，顶管坐3个，啊伊过咧骹咧开遐较长点吼，2个跍咧头前。即嘛去到潮发过时阵，入去诶时阵，阮阿舅也是阮阿嬷咧办公室，来，拢入来。金箍拍开，一人一张，毋是50就100。所以其实你细汉算真好过啦，真好过啊！啊，只是都大汉起来目着毒啊，哦，啊尾也走来西礼哦。啊，你讲安尼啊，委员台去拜安尼菜底下送命，啊，你也有祈祷，啊，你开始就来无道啊吗？啊啦，迄阵就陆陆续续诶时阵，伊迄阵就陆陆续续有千军教会啦。是。啊，像人因若要去教会时，伊拢讲，啊，你招，啊，拢讲招。啊，尾诶时我就家徛倒摆，我找阮查人跟2个囡仔。所以安尼几年啊？30年呗。有啊，30多年啊。30多年啊。我民国74年受洗。啊，你对啊，你受洗来，即嘛最后吼来讲你受洗这段。啊，你安尼遮顺服，你安尼啊，听着道理讲安尼要洗礼就要洗礼，啊，你到底是知影偌济？我迄阵无啦，因为我咧讲，这是对倒来呢，对迄祈祷。是。传道者讲，你及时祈祷，神会帮你开路。是。啊，就相信即句话，所以你命伫咧嘛，无送命嘛。对啊。啊，你著甲相信。啊，阮老爸老因拢无信哦。阮老母就一边咧中间，若靠中间转去吼。啊，迄个大同教会了有福音组对，拢会去访问，会去教哦，去医生馆分单啦，去教哦。啊，阮老母接着单，真耶稣教会、大同教会。啊，伊甲迄个哦咧分单咧讲，阮囝嘛真耶稣教会呢。啊，伊讲伊咧倒位？阮老母讲虎尾教会啦，我咧虎尾受洗。啊，讲啊，恁囝会晓行即条路对，恁也爱来信。哦，啊，阮老爸啊，较早我若转工厂哦，阮遐工厂愈讲看着我讲，愈到了连的，恁工厂生意也超，啊，你卖伫遐囝生意也超，啊，你也敢卖毛费煮毛费吼？啊，就是较早迄个像罗金生传道啦，吼，注目英歌啦，是，吼，注目英歌，伊就捌去，伊就捌来，要甲你吹。无，伊迄阵也捌做无好尾啦，啊，我就捌啦，啊，伊一遍咧英国敲电话，讲张弟兄，恁若有闲哦，转来北部遮吼，来我遮做见证哦，我好啊。啊，迄阵阮太太咧厝共带2个，伊个做年母共带2个囡仔，啊，伊较无法度走，我就家己去啦，吼，去我转台北顺啊，找阮老爸老去英国教。啊，我去诶时阵咧台顶哪讲，目屎哪练，啊，阮老爸老咧台口嘛是咧目屎练，我是讲。我因就想讲，我因较早那对许多人遮不好啦。但是你后来有传来信耶稣无？无，我讲无，因到尾因家己咧好尾咧个大同教会受洗。哦，感谢主，啊嘛是因为看到你的好行为啊。无啦，我若转遐诶时阵，遐拄讲人，阮老爸嘛讲啊，这个死路一条无救啊，你听无？逐个嘛拢安尼讲啊。对你足失望诶啦，对我足失望诶。所以若毋是耶稣基督，你真正了然你。无啦。讲真，迄若无解诶时阵啦，早就无去啊。对啦。啊，搁阮阿兄，我顶管2个兄，坐到搁一小弟，真诶是拢无爱。啊，尾仔就一个无，啊，毋是讲做无去呢。我48诶时阵，阮第2个49岁，49岁无去啦。啊，阮大兄呐50桶，差51啊，啊，这小弟嘛差50啊50桶，拢无去，啊，真诶是。啊，等到你即个食毒诶，还伫咧。
我早身体足歹呢，我做囡仔时，我咧讲，我读国考时哦，迄厝诶好嫁啦，吼。啊，咱迄阵是毋知读书会晓读缩伫迄边摊写，或者会做迄边摊写拢，即马买饭食，才想要说个煮款诶要厝。阮后壁讲，你要倒去？讲无，我来同学写字啦，讲好啊，要写字好去。一个去，阮同学讲，我写好，你帮我写500个字。迄阵咧做囡仔时。迄农业社会，迄四季若看到葡萄就慢，就先安尼踮迄楼梯哦，3楼迄楼梯啊坐几排。反正都爱佚佗啦，玩大读啦，踮食下啦，就踮食葡萄啦、芭乐好啦、刺龟啊好啦，拢头版的，拢头版的啦。啊，尾啊先渐迄就先听胃疼了，啊，就捌着某位先做，就讲食爽。所以张爸爸感谢主吼。你讲因为你信耶稣，妈妈伫中间住院吼，嘛因为咱伫遐有福音报道，尾妈妈甲爸爸拢来信，哇，安尼真福气吼。阮老爸要来信进前伊要有兄弟伫咧，是讲尊重兄因，爱甲讲一下吼。是，阮若平台讲足开话，讲这信仰自由，你要信正做恁求，我拢袂甲你动。你要拜就拜，唔拜你话莫拜嘛，无要紧。阮阿爸拢。所以你讲你伫好尾洗咧，你后来就拢伫遮工作啊？因为我用咧好尾洗咧啦吼，伫遮工作，因为咧做塑胶社出落尾啊，就去换金，换金做就一变就是讲，伊好尾到迄个吴再生吴再生弟兄，伊咧台中因公司诶。工地啦，40-50位啦，伊拢透早时含再生所啊，两个爱去出钱，爱去开钱啦，我讲，我就一遍，伊咧好尾丽人国小迄好久啊，决定做啦，我一遍礼拜时去工地甲因看，伊顶悬师傅咧，想要拄啊较爱拄遐师傅遐工啊，遐反正咧。要摇师傅定个摇袂去，我就去斗摇。再人家看到基拢好啊，迄即嘛迄衫啊，拢较早拢毋是铁拄啊，拢衫啊，拢有膏油啦吼。用你卖啊，迄即嘛膏油咧衫就无臭，所以讲无要紧啦，衫迄无要紧，迄个就点啊个你卖伊着啦。结果甲伊下晡要嘛5点的讲5点下班嘛吼，我就拄来徛要转来驶咧。再人家讲基，你慢些来转，留我厝坐一下吼。好，就爱就点伊遐食暗。我又甲细兄讲，细兄，我以后要来订房无？用买啦，咱咧3比8，你个月足艰苦呢吼。我袂啦，我袂啦，我就请做落，其他毋做安尼。结果我工厂向辞掉等只工厂人，工厂毋讲。阮厂嘛面含阮查某人2个猫哭。伊讲，我你是咧哭呢？明仔要来订房无？你咧哭啊？要来学做啊？阮厂讲。呀，初当，若做若毋做咧，你若无法度做咧，两个囡仔要安怎？我袂啦，我袂啦，我就，反正搁较艰苦嘛，就爱落去做。你总袂使无收入吧？对。到尾是，阮太太因一个阿姑啦，伊伊嫁咧利润啊，利润乡伫西里隔壁，因遐有种无啦，我就去遐做。是啊，前头是去去。认识个爱材料啦、材质啦、里里扣扣啦，工无几尺安尼，头我就去遐做，一工1000啦。我一工1000，我算着，哇，比工厂高呢，工厂迄一个月长落才领者23000，对。你若30工落去就3万啊，对。尾就感谢主，就咧遐做，袂晓做，开始学甲遐做，头1个月甲3个月计。变1000四，本来一工1000变1000四，愈来愈领愈多啊，愈来愈多。经济好时，目前咧台中营总后壁虽然天地，伊就去遐提工价，欠工，才甲我叫去。迄阵我算半人使啊，毋是正使。一工3000啊。一工3000对，一工3000，一工3000。迄阵阮妈咧住安养院的时阵我每个月爱搁寄13,000块转，我阮4个兄弟，我阮第2个2个公开啦，一人出13,000到2万6。我讲阮查某人嘛是算无简单生啊。伊安怎呢？伊一般查某人就讲，4个兄弟啊，干恁2个咧出，对，干咱2个咧出吼。
阮查人卖，阮查人拢咸甜，伊拢袂讲甲，拢袂讲甲半句你得着现车啦吼。对啦，毋则讲因一来说讲嫁讲加离婚，阮查人讲，后若嫁离婚，佫嫁一个比一个较歹安怎？我讲足感谢主啦，较真诶足感谢主啦。若渐渐尾来时，我来方圆遮时哦，算生活稳定。是。虽然收入毋是讲足多诶吼，感谢主，我阵就心内有一个愿望。我因算讲，毋知怎来报答神嘛。是。尾来时，我就想讲安尼你每安尼你咯，我咧使咧做熟来两个大头家，是做头家，即做乌鸡叫菜头家。我就家己拢足俗诶。我就每安尼你拢准备一份。菜头粿、乌鸡条，不管上来了要转去吼，了后煞要转摕做山顶啦吼，含水啦拢分享，尾啊尾啊就是安尼渐渐体哦，就旧年、主年啊，叶转农传道，我去店长落遐啦，我定去店长咧，我若想想，我就物件早去，长就讲你无去体啊，你安尼，我感谢主啦，这拢神赏赐的啦，无我哪有这个能力吼，感谢主，神祝福到安尼对，康乡区来遮，有影康乡区来遮，各早买厝，满满，各早买车，感谢主吼，咱这个听到张爸爸吼，会使讲对无甲有啦，对贩毒吼，食毒一直到安尼耶稣的恩典互伊丰富满满。空手来甲这个西里会通正常的头路正常的生活咱最后吼就讲请这个张爸爸吼咱对这个信仰甲对人生吼最后一个这个反省吼甲感谢的话。感谢大家吼，我咧讲，感谢主吼，我安尼自毋捌甲捌安尼吼，互神祝福了足多啦，确实有影大家等台北人嘛想袂到，这个死路一条哪有可能？对，感谢主，信耶稣人完全拢改变。我18岁，我咧讲18岁开始食薰啦，18岁开始学拍画作，18岁开始行舞厅。你看台北、新加坡舞厅，迄人咧行走骹诶。毋知讲因感谢主，也祝福气啦。所以感谢主吼，信耶稣真正会当得到永生，信耶稣吼生命才真正有改变吼。咱会当做美好的参考，嘛感谢这个张爸吼接受娱乐的采访，咱最后吼来祈祷来将荣耀归予神吼，咱做额头袂倒，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有你，主耶稣你的慈爱甲你的怜悯甲随时甲阮同在，互阮人生伫苦难内底互阮这个度过的日子拢又苦又过这个辛劳。但是主要说，你甲阮讲，伫苦难的时阵，咱祈祷张爸就是因为安尼一句话伫要丧失生命的时阵，才着祈祷主要说享受平安，安尼会通进入这个恩典的门对当以后有正常的头路有正常的收入家庭嘛会当归入正常。上重要就是太太真贤惠无搭放弃主要说无放弃，相信这是最大的恩典。愿荣耀上赞归主的名愿主要说的平安。来带领张爸的这个恩典，嘛，互阮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拢会通做伙来祈祷做伙来参考信耶稣真正有福气甲平安阮最后将所有的尊贵平安喜乐来求主来享受荣耀拢归予天顶的神，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督，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甲我联络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
公平，听的人更较多，造就的更较大。希罗都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给咱祝福，大家平安。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